在啦啦隊歷經活力開場表演後，第一屆樂樂棒球交流賽正式角歸序幕。舉雙手舉起來，舉起手來，手，皮了，大家一起來做運動。活動秉持着親子同樂、以行動支持教育理念，希望透過運動增進親子互動，也讓囡仔在團隊合作當中培養自信和責任感。在歷史上蔡勝雄積極奔走、甲號召之下，成功整合地方各界資源，促成這場別具意義的體育盛會，包含立新、龍崗、喜秋、永華、成功、志開甲新興國小等校，總共8支隊伍參賽。小選手在球場上全力以赴，揮棒開跑，展現純正運動家精神。特別我要感謝我們所有的贊助的單位。贊助我們很多的運動飲料，我們的禮金，我們的禮品。好，那我最後不要再耽誤太多的時間，我勉勵我們這些小朋友，今天就是開心打球，享受當下。那謝謝大家，謝謝。南區校長、家長會長謝正輝表示，未來將會持續扮演着拋磚引玉的角色，號召各個企業甲善心人士投入兒童教育甲體育發展。為囡仔打造更加健康、更加快樂，而且充滿希望的成長環境。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。